我叫 Jason，咁但係都係一個前劍擊運動員啦，咁啊已經玩咗劍20幾年㗎啦，咁就本身主力係打重劍嘅，咁不過其餘嘅3個劍咧我都花劍啊、背劍啊我都認識嘅。喺我讀緊中6、中7嗰陣時，咁喺我間學校入邊有一個短期嘅訓練班，咁當時係大概7、8堂到啦，咁跟住玩咗之後就發覺呢個運動係即係比起我帶到好多唔同嘅感覺啊、刺激啊，同埋一啲新嘅方向俾我，咁啊，所以就由嗰陣時開始就慢慢去做一啲長期嘅訓練啊，後邊就正式入咗香港隊咁。劍擊吸引到我嘅地方咧，最主要就係好刺激，因為喺我哋交鋒嗰一刻，我係一定開頭唔會知道發生咩事嘅，咁但係交鋒嘅過程裏面，令到我會明白到啊，對方會做啲乜嘢啊，佢想做啲乜嘢，而亦都我又去做翻一啲好似陷阱嘅嘢，令到佢跌咗落我陷阱之後，我刺咗一劍好靚嘅，嗰種帶嚟嘅快感係其他運動係帶俾唔到我嘅。當時咁玩完之後咧，佢哋當時係俾我哋全港都有上呢啲堂嘅朋友仔咧，咁當時打埋個比賽之後咧，就認識咗當年係香港隊嘅教練啊鄧教練，咁跟住佢就即係推薦我哋啊，不如你哋邊個得閒啊，試下嚟玩下啦。咁跟住我哋就去咗劍擊總會裏面一啲地區培訓班，咁就去做一啲比初班專業少少嘅訓練。咁就跟住就有一段時間之後，有啲體育學院嘅教練就嚟我哋呢啲地區嘅培訓中心去所謂我哋叫揀卒。咁啊跟住就揀咗幾個人一齊入去體院，再俾總教練去揀。咁就喺當時就被揀咗其中一個好幸運揀咗入去香港體育學院，咁就開始做劍擊訓練啦。咁而係經過大概1零2年嘅時間咧，咁我就由香港叫做差唔多係最後嘅排名，就去到香港前8名，咁就正式入咗香港隊，就開始代表香港。